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北遮有家长来指控，讲伊读国小5年的后生转学了后，同学看伊无顺眼，当期甲霸凌，毋那骹手四肢拢是身骨伤，甚至互同学甲踢下输。家长真生气，讲学校无当作一回事，拢无正经咧处理。啊，学校是出面来回应讲有哦，代志发生了后，有正积极来处理，绝对无零处理。 这个学生囡仔脚打甲全腰部乌青兼硬灰，四肢拢是身伤甲骨伤。家长真生气，你讲因后生是5年级的转学生，同学看伊袂顺眼，就甲霸凌。更较生气的是，学校拢零处理，态度小警。家长要求学校做课后辅导，学校也置之不理。这个小朋友大概1年没有办法上课，没有办法上课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小朋友身心灵受到伤害，躲在家里不敢出门，都是做完波比跳。 差一点横纹肌溶解的土。囡仔家长指控讲，去年5月17，这个囡仔互3个同学拍，甚至佫用铅拖甲卡伊个头。伫反抗过程中，无适宜去弄着另外一个同学，同学一个生气，甲代课老师斗，老师一个生气，罚这个查甫囡仔跳波比跳150个，造成这个囡仔双骹拢够痛痛。 家长指控学校这是无适当的体罚。同年9月14，这个查甫囡仔甲2个同学为了抢鉛笔、鸭肉，又搁原继续拍，甚至互人踢下身。老师为了要知影，搁要求订做一摆。 我说我代表老师跟您致歉，然后也容许我有几天的时间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事情的那个发生的经过或缘由。觉得我自己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性，但是我绝对没有说任何一个贬义或者是一个情绪性的字眼。 校方解释讲，代志发生后有积极的处理嘛，重新调查。这个代课老师已经改聘啊。都有人在旁边做辅导。那最后我们大概在9月底的时候，有找到了一个新的代课老师，所以才把他做一个替换。双方是一人讲一款，因为家庭有缘不满校方的处理方式，将要去法院甲告。